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詹伟民。今日是12月25，这天嘛是行宪纪念日。中华民国宪法咧，伫72当前哦，这个开始实行。不过72当过去啊，经过7届征修条文修正，中华民国这个宪法敢有下用咱台湾咧？咱讲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这个过程，其实无台湾的代表甲身份。咱嘛讲咧，伫民意上、体制上，对台湾是无下用啊吼。因为过去咧是设计要来统治中国的，啊，使用这套宪法就有问题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宪法所规范这个权利哦，甲监督的结构，其实嘛是无平衡。咱咧讲总统其实哦权力上大，但是总统无监督这个机制。行政院长是咱这个全国行政体系行政机关哦，但是咧面对着立法院的监督，说是总统来任命嘛是有这个问题所在。所以推动修宪，也是讲制宪是真正爱做，但是拄着什么困难呢？咱来看讲哦，亲像是必须要有3/4立法委员来表决同意哦。另外，亲像讲这个台湾国家地位较特殊，贸易两岸关系特殊性哦，所以讲修宪也是制宪会拄着侪困难。咱咧讲哦，这个修宪也是制宪是一定爱来做，但是难度嘛是真悬，但是侪议题咧已经单单来去处理了。亲像讲这个公民权来落到18岁，也是讲对5权分立的监察院、考试院存在，也是要甲废除，改做是3权分立，拢会讨论到啦吼。啊，另外咧，立法院委员哦，这个爱有这个行政调查权，也是无，咱嘛是继续来关心。今日台湾新一届台湾大代志，就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到底是要修宪还是制宪的？这个制宪啊，讲修宪哦，工程嘛是非常大啦吼。节目顶咱邀请到侪来宾来做伙对话。第一位先邀请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李孝峰。主持人、各位好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人民做主志工团志工陈世昌。主持人、各位来宾、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张俊良。主持人、各位来宾、观众，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台教会副会长陈立虎。主持人、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咱讲到这个行宪纪念日啦吼，72当前吼，有这个宪法开始施行啦吼。不过，咱头拄也嘛讲到，这个台湾到底有代表性无？头拄啊，这个孝峰老师嘛有甲我讲纠正一下吼，其实有代表啦，17个代表，但是这个代表性有足无？对，咱若讲啊，恁咧制定，唔是阮制定，恁有代表啊。1946年，是恁台湾有选出17名，迄个制宪吼制宪国家代表，是啊，佮去南京参加迄阵的制宪的过程，安尼讲，他会使讲无？是，但是咱讲，实际上吼，迄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吼，唔是甲迄一两个月尔，10几年前就开始啊。迄20几年前就开始啊嘛，啊，所以规个制宪的过程中吼，其实无台湾，是啊，无台湾，我即马用这个图吼，这个我是伫咱2个月前吼，我捌来过，我这张图捌秀过了，是，就是讲，这是原来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内底无台湾，无台湾啦，这是1912到1945嘛，吼，这当然是因观念上的中华民国啦，当然实际上内底足个变化啦，吼，咱即马简单来讲，内底无台湾咯，是，哦，啊，后来的中华民国是1949了后吼，1949了的中华民国挂名叫做中华民国，是变成安尼哦，纯台湾，变成台湾嘛，啊，咱即马在实行，伫遮咧实行迄个宪法哦，是为遮来的哦，是为遮来，是即马即个问题伫遮哦，所以有下输无？啊，所以我就讲中华民国宪法本来吼。我甲这两张图倒做伙讲吼，是，就讲本来是伫即搭咧进行的哦，是以这个所在、这个时空内底吼的思考，是为着伊制定的一个宪法，到尾啊煞无伫遐做，就是讲治理中国来设计，迄是为对迄个大中国设计，是，后来煞变来伫遮咧做啊，所以我讲全世界吼。无像台湾这款的国家吼，伊的实行的宪法是伫台湾以外的所在制定出来。是，全世界嘛无像中华民国这款宪法吼，伫伊制定的迄个所在还未当实行，所摕来这个含迄个伊本来迄个关系上无关系所在咧实行。这是真人类的，这等于讲行宪吼，的过程中足好笑的一个代志。啊，当然这是真无奈啦吼。啊，所以若要安尼讲，可能咱大家去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安怎来啦。是。哦，中华民国宪法其实吼，你若讲像咱过去咧读三民主义吼，国民党无人教讲哦啊，
宪政的过程头前是军政、混政到宪政是。其实就讲军政迄头前免讲啦，咱知影讲蒋介石后来纠合一寡迄个军阀号称北伐了对吼，北伐成功了，就是因就叫做进入迄个混政时期嘛。当时因为制定一个中华民国混政的一个办法，一个约法就对啦。但是迄个混政的过程中，当然真侪民主人士的反对嘛，讲这基本上是一党专政啊，是一党专政一直在批评讲，即款一党专政根本就国民党迄当时是讲，我都需要训练啊，了他进入正式的宪政啊，你讲是安尼讲嘛人大家拢无啥信任嘛，好所以后来拄啊碰到中日战争嘛，也是讲日本对中国的迄个侵略迄个侵略开始。步调开始急起来嘛，有需要这各界人士来配合嘛，所以蒋介石迄阵就想安尼好啦，无咱来开一个国难会议啦，这国难会议啦，就招这民主人士大家做伙来讲嘛，迄阵招一堆来有差有一半人无爱来啦，讲这你在骗人的啦，结果大家有个人来嘛，讨论结果讲，你即摆咧讲即款混政比你晚清晚年搁较惨，比晚清晚年迄个成绩搁较歹啦。所以安尼怎么办？所以后来蒋介石只好应付大家的迄个要求嘛。所以就讲安尼，咱应该开始准备要制宪嘛。所以唔通慢慢来讲，无来调开这个什么类似讲要制宪的这个，就招大家来讲嘛。所以慢慢的酝酿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五五宪策，那个五五宪草。五五宪策。所以这个。今仔日中华民国宪法的前身就是叫做五五宪册。是。问题是讲，你若去看迄个五五宪册内底伊就有列出迄个国，讲中华民国的迄个领土啦包括伊就用条例的是。几来位？几来省拢出来江苏浙江的一堆内底无台湾啦。无台湾，现在无台湾。台湾迄阵就毋是中华民国嘛，台湾迄当时是日本的迄个殖民地嘛。所以当然无所以因迄当时咧制宪的过程中的观念，根本都无甲台湾当作中华民国领土。所以迄个长期内底是无台湾的。是。甚至讲蒙古嘛，实际上是独立，伊嘛蒙古嘛下来。当时迄个满洲国嘛是列落但是台湾无列落，因为台湾伊无想讲后来会行人啦，会行人嘛会行伊嘛，所以迄阵无列落嘛。是。所以咱即摆讲就是讲，伫制宪的长期的过程中其实迄个宪法是和台湾无关系啦，是为着迄个因叫做秋海棠啦，为着迄个设计的一个宪法嘛，无想讲后来才摕来才进行嘛。所以讲，这个宪法到底下用无下用啦？所以本来就毋是为着台湾设计，即摆煞变做摕来台湾在用。唯一跟台湾这个所在咧实行迄个，毋是为台湾设计的宪法嘛？嘛是这个全世界定有的啦。是，虽然要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本地是根据着这个孙中山这个威严啦伊就讲在甲民主需求来生存的这个部分在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了后，宪法体制受到这个真侪的变化啦嘛因为这个民意这个浪潮啦甚至侪这个事件拢互这个宪法有这个承受这个空间，咱就要先来带大家看讲这个宪法这个历史背景是啥物，先做回来看。时间等来到1946年12月25下晡3点。南京国民大会堂内底，制宪国代主席团主席吴志辉亲手将中华民国宪法交予国民政会主席蒋中正。今天，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的宪法。他把五权宪法的理论把它弄出来，一方面是三权互相的制衡，是对事的制衡，让这个事能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另外再加上两权加进去制衡，是两个面向，所以它不是一个平平凑凑。中央政府前来台湾，用宪法甲国代建立中华民国法统。1954年，大法官完成设置第31回解释。第一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甲国代代表继续行使职权，从此万年国会有了合法性。当时嘛选举临时条款继续适用。强人的意志，在1990年代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后来
领袖就会把他意志变成联谊条款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时候，当然联谊条款伤害就更严重了。现在体制没有的东西也跑出来了，而这个当然就是国家领导人你自己的作为。周中正为了领导反共大业，伊会当不少历史的评价。在1960年，佮进一步毁掉宪法，国民大会为修改临时条款，总统的任期无受到宪法2任的限制。为1960年到1972年，周中正继续连任总统。周中正奉讲做是民族救星，反攻复国希望，强人领袖移动领政、移动领军来建立威权统治。在这款的威权之下，接到一个中国反攻大陆意识形态，百姓政治、社会、经济加文化活动，拢必须遵照这个意识形态。参思想拢互监控，民主宪政有关是唔敢去想，但是民主的思想有关伫咧，等头一天会当实现真正民主。记者综合报道。有这个宪政的基础，但是嘛有人毁坏这个宪政的这个基础啦吼。咱继续要来看讲，咱这个有人讲这个宪法啦吼是穿西装改西装啦吼，穿这个新上，但是伫遐改来改去啦吼，改了7改。咱先看讲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历史到底是啥物啦吼？咱头拄这个萧峰老师嘛讲到吼，1936年所制定这个5.5宪草这个部分啦吼，领土就无咱台湾啦吼。1946年的11月12号咧是制宪国民大会内底伫中国南京来召开啦吼。头拄嘛讲有代表啊，但是遐代表敢是真正有这个代表性吼，嘛是互拍一个问号啦吼。啊，1947年咧正月1号的时阵，就是咱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公布，12月25就开始施行。啊，本文咯维持到今啦吼。咱讲伫要修改啦吼，自这个1991年啦吼。4月22号开始咧，万年国代通过着中华民国宪法精修条文啦吼。迄当阵就讲到啊，因应国家统一进程所需要来制定啦吼，啊，确定这个老国代甲立委监察委员需要来改选啦吼。啊，咱头头嘛讲到因应国家统一进程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一下吼，就是讲。目前这个宪法啦吼，也是要大目标，也是要统一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看到1991年吼5月27第2届这个精修条文内底确定这个总统直选啦吼。1994年的7月28吼，咱看到第3届精修条文，嘛是确定这个总统直选这个方式，啊，这个三包咧嘛改做是原住民。咱来讲到这个1997年的7月18号第4届这个精修条文，行政院院长任命无需要到立法院的这动议啦吼，啊立法院咧倒过了后，总统会当改选到这个立法院，造成咱头拄嘛讲到总统有权无职啦吼，啊是讲这个行政院长有职无权这个问题到呾啦吼。2005年的6月7号，任务成的这个国代啦吼，透过这个第7摆的这个精修条文。立委10次哦，2008年开始变做是225席，变做是113席啦吼。迄当阵嘛废除这个国民大会修宪定数嘛，必须要有3/4的这个立委来提出这个一半这个公民来同意吼。继续咱先来请教咱的西昌兄啦吼。咱讲到这个穿西装改西装，宪法改遐济改，啊修宪吼嘛是这个必要这个问题啦吼。但是咱讲修宪这个过程有真侪困难，咱头头讲到立法委员爱3/4这个同意，啊买手咧，佫要有这个一半这个公民同意啦吼。若是讲喏过去这个投票人数来讲哦，1800人吼来选，差不多要有900万以上的这个票啦吼。啊，实际有伊困难，咱做人民做主，这主张是啥物，诉求是啥物咧？好，拄啊李老师有讲过吼，宪法是为着这个人、时代啊，甲这个需要吼，咱做地方的需要。到有这个宪法，啊，但是即摆看起来，咱已经拢知影，结论，这个宪法交人时地拢无效，哦，所以，但是咱即摆佫讲完就讲，人民做主登记对2018年来，就是开始伫街头咧宣布一个宣扬一个理念，台湾的宪法希望会当用一个渐进式的这个方法哦，修宪来达成这个无合理的所在，哦，啊，阮会支持伊这个讲用修宪的做法，就是讲，因为咱。看起来就讲，台湾嘛经过遮济修宪的经验啊。是。第二就是讲，修宪嘛是有达到这个制宪的目的的迄个最后迄个目的的时阵，哦啊，在国际上可能在中国上可能在台湾的修宪并不是无经验的，哦，应该是有经验啊。大家看过这个代志的发生，对于每当总统的直选到会当，这拢足大一个突破啊，在国家的定位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所以，阮一直主张是讲，因为修宪。
这个过程，咱即摆拢已经有一个程序可会当做，哦，比如立法委员咧提出人民的复决，啊，但是基本上大问题，阮一直咧讲的，就讲在街头一直咧讲的，就讲即摆是这个门槛的问题上悬。哦，全世界上悬的就是咱的门槛，拢是来台湾吼。要叫美总统更加加300万人来出来投 yes 的票，哦，不是出来投票，是爱同意哦。哦，这个是大概无可能的，就是讲已经是无可能的代志啊。绝对多数的人啊，所以咱即摆咧讲要改什么条例，要改什么制啦，5权3权啦。啊，阮的感觉是讲，我恁到过，阮有经过内部的这个讨论是讲啊，咱应该是把这个门槛降低了后，再来做这个。实际的做法是安怎？因为这个门槛若讲对85席变成75席，这个可能性就继续多啊。虽然差10席，但是咱来知影哦，2016年民进党加时代力量已经就73席啊。事实上是差2席尔，都有到迄个力量啊。你若是降过来2/3，啊，全世界差不多拢是2/3就上悬的啊。无看就4/3啦吼，就是我咱来看来讲，所以这点这是阮较最近的这几年2年里在路人甲迄个百姓咧做这个教育也好，还是讲大家互相来做讨论也好，哦，希望会当用降低门槛，是咱以后立法委员还是百姓的一个人脉，也会当进行这个代志。当然，阮无反对这现的人会当去安怎做啦，吼，这阮绝对迄个那是会当遵循这个吼。是，咱咧讲头拄仔这个部分啦吼，讲到2005年设下这个。核定啦吼，门槛有够悬的，就是3/4啦吼。啊，咱所做的这个部分，就是要求讲公民嘛，当下咧这个修宪哈，但是修宪进程这个定数是啥物，无这个细节啦吼。但是这个细节的这个部分，咱等下嘛好好来讨论。但是这个修宪，咱头拄讲到，这个核定真正是大伤悬。咱先带大家来看讲现行吼修宪这个核定啦吼，到底是偌悬的？你看伊爱提案啦吼，有1/4啦吼，1/4的这个提议啦吼，啊3/4的这个出席的这个委员有3/4的这个决议吼，差不多是咱头讲到85的这个立委，讲过半年了后咧，公民互决啦吼，就是讲这个有效的这个同意票啦，爱过这个选举人数这个半额啦吼，差不多是967万人吼。咱嘛讲到这个修宪这个核定是世界上悬的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人民做主登记以来，就是讲这个修宪的这个核定会当改做变做是这个简单多数决无啦吼，就是讲过去若是超过一方赢，安尼就是会当透过这个修宪的这个步数来做定来修改咱这个宪法。继续咱要请教咱的副执行长啦吼，就是咱那个看快。有修宪的声音，咱嘛有制宪的声音。其实这个咱的副执行长哦，炸一张这个民意的这个基础啦吼，要先互观众朋友来看讲，到底这民意的基础对着新的这个打造台湾的这个符合现状的这个宪法这个需求，还是讲声音到底是偌强咧？好，主持人吼，我想吼，台湾制宪基金会即摆咧讨论制宪公投吼，阮拢是有根据着一般民意的反应，是，就去做阮的步调的即个安排吼。啊，阮自今年1月到8月吼，阮有做过4届有关于大家对台湾需要一部新宪法的即个需求吼，阮有做民调。是。啊，这民调落来呢，拢差不多有将近7成。台湾民众，咱认为台湾还有一部新宪法。因为大家对讲现有的宪法安尼修来修去、改来改去吼，改到阿里不达。甚至我前2天啊，我高中的校友会一个高科技界头家啊，大头家，伊就讲啊，即马因是支持亲民党的。但是伊嘛认为讲即马宪法完全无符合台湾的需求。啊，改啊乱七八糟，是，所以伊嘛希望会当有一部新宪法，吼，来支持台湾即摆现有的政治运作。啊，所以咱对阮4届迄个民调来看，台湾有将近7成的人希望有新的宪法。是，啊，都来讲，咱经过着30年，有90年代民主转型了后，咱经过着3届的政党轮替。实际上，台湾已经有足丰富的宪政的经验，这是咱的上好会当来制定新宪法的一个基础。是，迄搭较早迄个中华民国宪法咧创造的时阵呢，时代环境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我常咧讲啊，中国为什么要一直要提台湾？
因为都是台湾有30年的宪政的经验，有30年的这个政治权利，是，甲政治治理的一个法律的基础。但是中国无啊。虽然讲迄个习近平咧今年1月时，伊用迄个卫兵将因的宪法讲出来，但是迄时本科时咧壮胆啦。当因的宪法内底，直接来讲共产党是唯一的治理的政府，这是足好笑的代志。甚至我以前咧2006年的时阵我咧中国做研究的时阵，中国的社会学术界甚至提出08宪草。因为08宪草是咧思考啥物？就讲我要安怎互共产党统治中国有一个合法性的基础。是，所以这是对这个宪政来讲，台湾所上宝贵的，就是咱30年的宪政的经验。咱用制宪公道的方式来将咱这30年宪政经验咧，做一个完整的整理，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是，这事实上会当开启掉台湾甲中国一个新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的这个互动机会啦吼。但是讲，咱若是讲要制宪吼，其实会碰到真济这个问题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可能是这个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也是讲这个每一个政党立一个这个无共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副会长啦吼，就是咱要安怎去解决掉咱头头讲的这个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但是咱这个民意基础已经有这60-70成这个部分啦吼，但是也阁有人这个认同是无共款的，也是讲政党之间的这个利益无共，有人就是这个抗中保台，有人就是我这个中国这部分。好，多谢主持人讲到真重要的问题啦吼。其实台湾佫毋是上重要，佫毋是国家认同问题，我的看法是民主知识的问题。基本上台湾的民主文化是足大的问题啦。就是讲，咱若讲像讲中华民国宪法吼。这个讲法吼，像咱制作单位讲，这72年来其实是毋是安尼啦？就讲宪法这个讲法吼，翻译这对 constitution 这对西洋的政治学思想来，这日本人上早翻译做汉字啊，所以叫做宪法嘛。因为大日本媒体宪法，大日本宪法安尼来吼。所以中国清朝时本来是要用宪法这个吼来用，但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吼，因要行家己的路，所以该翻译做约法，约束。政府甲人民的一个契约，嘛是这个约束政府的一寡的基本条件啦，吼。所以约法这个讲法吼，用甲足久的，连国民党吼一党专政的这个训政时期吼，伊嘛叫做训政时期约法。到尾在民国25年，1936年开始才准备讲要用宪法，要换做宪法，安尼甲世界共款的吼，甲日本嘛共款的。所以讲讲中华民国有宪法开始吼，甲即嘛是105年。就是民国3年的时候，袁世凯，迄时嘛无地方的反抗政权哦，规个中国拢互袁世凯控制掉的时阵，并无南方政府的时代。迄时中华民国的民选的国会通过了伊个代议制度，通过了中华民国的约法，正式的约法。迄个时阵中华民国已经有宪法啦，所以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实质上是对民国3年甲今嘛拢总105年，毋是今嘛咱看到这本中华叫做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名称的这个历史啦。是。你若讲要用这个名称的历史吼，讲用偌久吼，实在吼，伊是民国36年的今仔日，开始用的啦。开始用的时阵，伊第2年吼，蒋介石吼才选着总统，无甲年底吼，台湾吼已经互单成当然。张瓜公署吼已经宣布戒严，民国38年已经戒严嘛，5月19号戒严，所以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政吼加一档尔，唔是72档，加一档尔，就是民国36年加民国37年迄档一档外尔就结束啊。所以讲中华民国的宪法这本，就是讲以迄年的历史事实来讲吼。因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离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阵，就抵制宪，伊对制宪内底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的分配释出，中国共产党要求伊甲民主同盟，伊乃有占1/3，国民党无愿意，所以讲因退出制宪，退出制宪以后，就是讲这个宪法即马这本宪法。
是国共产党甲反对国民党的其他的政党拢无承认的。所以今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吼，起码北京的政府吼，因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组织吼，一个功能吼，一个组织就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所以伊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吼，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以前的精神吼，政治协商会议连甲即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体制。咱中国国民党是要对政治协商会议连制宪国民大会、甲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甲即卖啦。所以这是中国的两条路。但是中国事实是证明中共就是讲中国共产党因行迄条路是甲即卖是对民国36年开始甲即卖嘛。国民党行迄条路加一档尔，就安怎？就戒严啊！戒严的宪法就冻结起来。就迄部宪法吼，唯一做一件代志吼，叫做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啦。加选迄个总统是用迄部宪法。迄所有宪法内底所有的，包括地方自治的制度，迄是爱省长、县长拢爱民选。但是台湾迄是用省主席制，直直加戒严。唯一真正选过用中华民国宪法的理念去选的唯一的中华民国的台湾省省长，就叫宋楚瑜，选一摆尔就结束啊。所以这本宪法内底无一项代志，除了选总统以外，根本唔捌用过。中国嘛无用过哦。所以讲这个宪法吼是中国无承认的，伊大部分人拢无用过哦，何况第一届哦，嘛加说用过总统这个部，其他拢无用过。竟然就起来台湾，叫台湾人拢总爱甲吞落去，拢总起来用，徛咧顶面做一个基础，咱再来征收条文。不怪这个这里歹用，其实这是连中国人都无爱的宪法。讲到那像讲台湾人无爱用中国宪法，实在是连中国人都无爱用的宪法。不过咱讲到这个拢是透过这个征收条文啊，透过讲这直选这个部分吼。咱头到这个副会长嘛讲到，其实选举迄道嘛是用到这个台湾省长安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看过去啦吼，就是讲咱看台湾这个宪政的这个基础啦吼，这部宪法到底有下用啊，无下用是一个赞处但是讲伊对这个台湾民主化这个过程亲像讲民主化这个经验啦吼，这个宪法是毋是过去伫咧避免这个军事啊、是老伙冲突者吼嘛，是有伊的这个遵循所在。迄个我想补充咱李副兄的迄个讲法啦，我就是讲咱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吼是叫戒严甲伊封死去，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愈重要，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伫1947年诞生实行，过一年了，其实无到一年哦，伊就迄当时蒋介石吼就透过迄个国民大会通过一个叫做这个宪法的一个临时条款。是个这个临时条款吼，甲迄个宪法冻结。当然后来迄个宪法实际上就是无咧实行嘛。是伊就拢伫迄个临时条款底下咧动脑筋啦。且比如说讲。雷震吼，迄个50年代雷震伊迄当时因当时提出一个迄个民主宪政的理念嘛。其实就是讲你已经有一个宪法伫遐嘛，你这个宪法无论好歹，起码是一个民主宪法嘛。但是你无咧实行啊，你拢是动员戡乱，是动员戡乱，搁戒严嘛，两条甲你封死嘛。所以无咧实行，所以到后来蒋介石伊的任期到啊嘛。任期到，你宪法规定讲，你得做2任尔，你才能够做落去。怎么办？好些东西就开始咧火啊咧。讲你根据宪法，你就袂使去做啊嘛。就讲无来改宪法。即摆老蒋就加先讲，宪法足重要，袂使改。你得早就甲冻结来咧，袂使改。但是后来就变，就改临时条款嘛。所以原来迄个宪法底下爱讲改临时条款，改临时条款了，伊就开始做嘛。就是讲连选得连任。拢无迄个任期的限制嘛，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底下伫咧吼，加在其实还佫有迄个宪法伫咧啦。咱知影讲，其实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吼，其实有几个知识分子有参加，特别是迄个张君迈。张君迈吼，伊基本是留学外国回来吼，伊有民主理念的人，所以伊有真侪条文，伊设伫因内底啦。所以起码就是讲，伊还佫是一个民主宪法，民主的精神伫民主精神伫内底，只不过是去临时条款甲你封死尔。封死啦。封死了就是包括讲，这国会无咧改选嘛，有遐老七继续做咧嘛，就是因为安尼才来嘛。你若根据宪法，袂使安尼嘛。所以因为安尼有即个宪法伫吼，50年代遐民主运动，因有根据宪政的
的这个精神做要求。这是对台湾来讲，这是好的啦，这是好的吼。所以这个民主精神这部分，头拄我问题嘛是同款吼，就是90年代还是讲这个民主化这个经验，台湾伫这个部分，因为这部宪法吼嘛是有遵循的这个所在。当然这个。宪法当时草拟的过程中有一寡妥协啦，比如讲你基本上民主政治吼，三权互你对使啦，三权互你就足清楚啊。孙中山假咬吼，就带一个讲我权吼，伊想讲伊要较民主的吼，伊想讲我甲权力吼甲分较济，敢若较民主了对啦。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嘛，所以你分出一个科技权，搁一个这个监察权，迄其实拢伫国会这边就会使啊。所以伊迄当时就是安尼当时咧草拟的时候，国民党有坚持这啦，佮坚持讲啥物爱根据啥物三民主义啥物吼，你当然你一部宪法袂使有迄个个民啦，袂使根据孙文啥物国父啥物迄款哦，袂使有迄款个民，但是因内底是迄种写落啦，这写落来讲，迄是伊的等于讲无病的所在啦。这以后若讲有机会要修宪，还是要制宪吼。这拢爱改啦，拢爱改啦，所以这个民来的。所以咱这人民做主家吼，嘛有真侪这个主张啦吼，就是讲安怎来去这个修宪啦吼。其实咱嘛有提出着咱侪这个想法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谢长兄啦吼，就是讲咱这个主张哦，其实有真侪啦吼，因为咱讲现主席这个无符合台湾社会这个需求啦吼，特别是讲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体制啦吼，有权无这个总统，也是讲这个挖大党这个选举的制度啦吼，无。这个不利这个弱势这个政党的这个发展，嘛有讲到忽略到这个社会权吼，加深台湾这个社会甲经济这个无平等，佮有这个中央甲地方权责无明，然后这嘛是咱所有的这个主张。咱佮有啥物这个方式，也是讲这个步数吼，做到这个修宪，这个工程也好，一步一步来，咱头一步，也是讲买手这个步数爱安怎照起工来行咧？咱即摆已经真清楚了解着讲，因为台湾遮侪学者吼。到底这个宪法的问题是啥物款哦？是足多啊，就知影就拢足多啊。就是讲，大家讲法小可无啥共款哦，但是迄个差异无偌大哦。至于讲要选择来个一个其他，迄拢毋是足大的一个差异性啦吼。哦，当然，足侪人讲总统坐较好，有人讲来个坐较好。但是咱即摆的问题是讲，百姓有迄个心内有一个想法，讲咱有需要一个新的宪法无？这个第先有这个，因为有百姓公民。来有这个需要，搁来要求你的立法委员，要求你的民意代表来做这个代志。你若莫做这个代志，我就无爱甲你选。咱若渐渐会当形成这个观念的时阵，这就是阮在行，安尼就是阮在做安尼做的工作，就讲一步一脚印，去到全国所有的所在，是呢分传单，互你知影讲啊，咱就需要做这个代志，你也心内有这个想法。这是一个阮的手大钱。至于讲。对1991年开始，所有这个增修条文遮多，叠床架屋啦也好啊，这遮多啊。所有宪法170几条嘛，改到已经无成人啊。但是咱嘛会当讲，佮经过佮较这个步数，就是讲，甲175条内底改过拢卖，佮甲变成100条就好，咱就需要100条尔。咱是安就爱当增补，但是修嘛会当做这个。到这个工课就对啦，反正我就讲内底已经40条，已经就讲都甲停掉啊嘛，咱就修的时阵就讲啊，这都停掉就卖啊嘛，咱就会当做这个面。另外就是讲，佮第二步迄个人民公迄个公投的问题，咱会当用迄个整部宪法的公投，无不需要讲逐条式的一条一条讲来公投就对啦。就讲这步啦，有一个机关比如立法院已经修好了后，人民的公投是。主一个就变整部公投就对啦吼，整部公投了后就较简单化，百姓无需要，就讲暂时无必要去一条一条个来公投这代志就对啦，呀，这是步数上阮的想法是认为安尼啦吼，因为修，即摆咱台湾面无惊修已经修足多啊吼，修是正经真济，咱看伫头啊看到尾啊应该非常多。但是咱头拄嘛讲到，2005年甲打这个户定啦，打较悬啦吼。是，迄个门槛已经伫遐，你若无甲进行拍开吼。咱事实上后壁要讲的代志，拢是有点空洞啦。因为你都我都能突破嘛。当然这些的人讲啊，我都来坐的，但是坐是要叫人民立法委员来坐呢，还是要过来选这个界限代表呢？还是讲什么人来坐呢？这个可能就要开始就已经就爱个讲几多年啊，不一定。这有这个问题。所以到底什么人要来界限啊？吼，咱继续请副执行长。我想迄个谢长兄可能对界限公道吼有小可无解啦吼，
当然阮非常肯定，就是讲林玉荣主席，咱谢长兄因所领导的这个人民做主吼，咧修宪咧宪法修订宪法这个社会运动上的努力是，但是阮为啥要推动这项公道？咱敢去宣传，敢去讲理念，但是社会力咧对，咱知影讲政治工作者吼，尤其体制内政治工作者是非常现实的啦。任何改革准也无社会力的具体的呈现啦。是。你期待体制内的政治工作者去做改革，还是主动修法，迄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就像讲2005年为什么会发生讲将迄个制的门槛提悬，甚至就是讲咧去年提高。迄个公投，到选举脱稿了后，都提高公投的迄个门槛。这实际上就是即个体制内政治工作者因会惊吓嘛。但是就是讲社会力、人民的力量，就是要很清楚，安怎行是正确的方向。是。所以，阮会去推动这项公投，就是阮希望会先对迄个咱的迄个民间。的力量，互因了解，咱需要当然需要一部宪法，咱对拄仔民调咱也清楚，这是民间的呼声，这呼声毋是讲民调出来就算啦，人会讲，你有像即摆韩国讲迄民调袂当做参考啊，对吧？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这项的公道，咱这项公道其实足简单的，毋是讲你爱改啥改啥，毋是安尼，咱希望就是讲，咱就直接问，恁感觉台湾有需要新宪法无？来撇免这问题啦。无，咱一步一步嘛。是。有需要啊，有需要政治工作者伊要选举啊，伊看到这是社会趋势，是，对无？伊就想办法啦。想办法，看是共同参与，还是伊会思考讲，我咧体制内，我可能爱修改迄个修宪的门槛，我倒袂去互百姓骂。是。所以讲倒来就是讲这项公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于宪法、宪政的全面性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凝聚的一个过程，嘛是一个迄个国家认同凝聚的一个过程。所以讲，阮希望透过这项公投呢，会当将咱所讲的台湾意识、国家意识，会当透过对宪法的关心甲讨论呢，凝聚成台湾的一个国家足稳定的基础，嘛回顾到咱过去30年的宪政的经验，替咱未来无论是这宪啊、修宪，咱大家咱透过足平和、足理性的讨论，这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共同来推展。是，不过咱要去小请副会长啦我看过你有这个写过啦就是讲这个公投法是不是对制宪有影响？你嘛认为讲，其实公投法对着制定新宪法，可能是较无可能的，干嘛呢想法？即马是因为用即马来讲的，这个社会氛围是较困难，所以变到较白卡白手嘛，所以大家才想要处理这个问题。但即马就要等来这个问题讲，即马这是一个民主素养的问题，因为政府迄是包括国民党以前咱讲民国25年55宪册就是讲上无政府嘛知影讲爱制定一个真正合适的宪法，但是用10年的时间来做，所以讲我认为一个咱来讲有了解政治来讲其实国家的基本条件无宪法呢，国家的基本条件是人民、土地主权嘛，宪法是一个工具，所以伊会使改，所以咱先爱讲，咱是爱一个宪政国家，但是宪政国家是民主的基础无毋对，但是宪法本来就。咱来家尊重，但是伊会使改，但足侪人就袂使改。即摆台湾有两款人造成咱即摆公投也好，要制限修宪也好，足大的问题，就讲一批人认为讲，即个物件对中国砸来，是新主牌啊，拢袂使改，大家拢爱听伊的。其实砸来遐个人拢登去差不多啊，剩无偌济啊，但是因的囝孙拢改当做新主牌，咱个袂使改。所以即个人你若讲到这，袂使，这就是迄数典忘祖，安尼袂使。所以这类人伊就用咱即摆公投法的门槛足悬的时阵，这就会挡着公投法袂过。第二个部分，
愈来愈济，这个部分哦，新主摆即马吼，因为少年较济，愈来愈少，因为少年人吼，老爸老母都无咧管，无咧讲阿公阿嬷啦，迄不要紧，我无较无烦恼。我较烦恼的是第二款，就是讲，宪法是无路用的物件，卖插伊啊啦，来唱歌就好啦，啉酒就好，跳舞就好啊啦，唔免来管宪法啦，日子趁钱就好啊啦。这即马愈来愈，即马是愈来愈济。这个无正确的一个民主政治这个底线吼，造成另外一款吼。宪政的问题这嘛会造成修宪甲制宪的问题。我无认为讲一定马上就爱制宪，还是要修宪嘛，无要紧。但是讲大家承认讲旧衫歹改啦，过来大家拢买得起啊，先啊无爱买新衫啦，好对不对？先啊一定爱穿迄书，就唔迄你若讲的衫，就唔是你的衫咧。啊，我敢袂使做一束互阮囝穿，我就无爱穿嘛，无要紧。先啊袂使甲宪法当作伊就是一个人民吼。宪政的工具尔，咱就是会使甲伊处理，伊无遐尼新鲜，但是也制定以后，咱来甲伊遵守，有一个程序毋是讲如若破除这个想法，大家就会使来讨论5年也好，10年也好，先用这个无要紧，但是用以这个一面用心，大家来集思广益来想，要来用嘛。所以政府爱做是伫公民教育、伫政治教育内底爱甲人民讲，宪法是足重要，会使用，爱来甲伊关心。过来，即卖司法机关吼，有几个法官吼，愿意用宪法来判决，基本上是足少的。是。最近才慢慢有这个阳光月啊，啥物来处理吼？其实用宪法的意识，因为宪法吼是18岁以前的人吼，大家足关心的，因为考试拢考宪法，民法、刑法是袂考的，拢考宪法。但是18岁以后吼，拢无路用啦。考法官的重点嘛，毋是宪法啦。所以讲台湾变成宪法是考试白做伙物件尔，生活是完全脱钩的物件。安尼大家要来讨论宪法吼，讨论修宪制宪吼，伊的程度、伊的水准足低。所以你若咱无先来做这个民主意识的工课，包咱头前2位前辈也好，咱的这个李教授也好，李校长也好，啊是这个街头也好，啊是讲这个校宣传也好，都是爱经过安尼过程。更较重要就是讲，今嘛吼，今嘛吼，明年总统选举了，新的立法院出现以后吼。执政党吼，迄时候执政应该爱有一个爱打起来，就讲我承认这个宪法有问题，爱改，但是我尊重人民的意见，大家来讨论。但是我会奉行即卖中华民国宪法，继续做我这4档，但是这4档我要用适当的时阵来讨论。我希望4档以后，咱会使来制定一个新的，也是讲大幅度的修改即卖宪法。阮无即卖。马上一个案，但是我要希望大家来，咱想看卖，1991年都是因为李登辉总统迄时阵宣布接受3月学生运动的要求，开国事会议要求爱国会全面改选嘛。这个部分就是讲，大家在讲哦，好，咱来讨论讲规个宪法的一个新的这个征收条文的增加嘛。所以这嘛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大家有个人讲吼，黑白乱讲就讲，宪法只敢那3年5年就改一摆，因为旧衫就爱定定补，新衫你就唔免定定补啊。你即摆定硬讲，已经改较侪，改就袂成啊，改足侪改袂成，你就无爱改啊。你啊代志做袂成，你就要放弃啊，还是自暴自弃过来，你啊而家过日子呢？这个修改来用来，底讲，咱爱了解。中华民国宪法是足新鲜的，因为民主政治吼都爱有宪法的基础，但宪法会使改，过来宪法的名称嘛会使改啊，那会袂使改，现在一定要叫中华民国咱讲较歹听，咱的名就人生会使改3摆啊，国家是安那袂使改1摆，敢袂使？是安那恁的名拢会使改3摆，是安你国家的名袂使改，国家的名这是以前的人号的，我敢袂使号，过来你即马就是讲你要用这个名。人外国敢要互你用，敢要互你升级？即马即部中华民国宪法，准有读过册的人，敢会有法度解释讲，伊敢毋你讲遐尼新鲜？请大家去编看嘛，迄时就是用啥物方式制定出来，啥物所在有选国民党会代表，啥物所在无选国民党会代表。好，这个历史的事实摕出来讲，卖甲摕这6字来讲，中华民国宪法就是新主牌，就是万岁，安尼吼，毋是真正民主政治教育啦。是头拄仔这个副会长嘛讲着吼，这个执政党这个功能啦吼，就是讲明年这个选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这个民进党，是这个国会这个大党，还是讲其他这个小党，嘛爱好好来讨论这个宪法吼，安怎来修改，还是讲制宪这个工程啦吼。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过去这个蔡总统执政3当外来啦吼，伊伫2017年嘛讲要修宪啊，修宪是一个大工程，迄当阵伊是安怎讲啊？这个民进党吼是安怎来做回应吼？咱先做回来看。咱讲
统宪法精修条文为制定了后，经过7届修正，不过到底是总统制还是双首长制，并无符合清楚。总统蔡英文提出宪改议题了后，民进党立委苏考辉提案修宪法，主张中央政府体制改做总统制。总统又是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最高的这个元首。那么我们是不是干脆也让他变成我们最高的行政首长，让权和责可以相符？未来我们要求他，或者是让总统也更好做事。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就是说所有的责任，当然就是你一人要独扛下来。我想权责分明、权责相符的政府体制是我们所期待的。咱实行的制度实际上是我总统制的双首长制，采用5权分立。苏考辉提案的内容是，让总统兼行政首长可请伊组织改造行政权，并且建立独立机关；监察院是该属于立法权，正做行政、立法、司法的3权分立。针对这点，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表示尊重。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立法委员的提案，不管本党他党。那这么大的这个政治工程的改变，一定是有一个党版。不过在野党对修宪法态度无啥相像，民进党团内部阁爱讨论，国民党团是抱着慎重开放的态度，时代力量支持并且主张总统制，亲民党团是望先进行国会改革。应该要先凝聚社会更多的共识跟讨论，那我们再来去做启动。我觉得这样才有机会，就是说不要让外界觉得说是用某一些修宪的议题来绑大选，而或者是充满了政治算计。立委个别提如何去寻到共识，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只是在炒作议题而已嘛。你一个立委提的，光你党内都不一定会有共识啊，更何况要3/4，那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修宪法必须先透过1/4的立委提议，3/4出席，阁爱得到出席委员3/4决议通过了后，公告半年，经过选举人投票覆决过半同意，才会当修改宪法。所以台湾修改宪法标准这么悬，根本真歹达成。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国党甲这个制宪甲修宪的这个主张，咱看到民进党党讲哦，伊过去啦吼，伫咧修正这个基本的纲领内底有讲到吼，基于这个国民主权这个原理哦，建立主权独立，甲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制定新宪法的这个主张哦，应该交予这个台湾全体这个公民来投票方式来决定啦吼。民进党讲咧，伫正常国家决议文内底嘛有讲到，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已经真歹伫这个国际社会来使用吼，所以要用这个台湾的名义来申请着这个加入联合国啦吼，佮其他这个组织。那么看到民进党修党这个汇报啦吼，伊嘛讲到，党主席蔡英文咧过去咧做主席的时阵，伊讲哦，18岁公民权甲20岁这个被选举权哦，甲这个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这个两院啦吼，落实着3权分立啦吼。2016年执政了后，会互这个政府哦，由这个基层啦吼，往头顶来这个公民宪政这个会议啦吼，看到中国国民党家是讲这个恢复立法院这个行政院长吼，这个动议权吼，建立这个权责吼上符合的这个宪政体制啦吼，降低这个投票年龄是18岁啦吼，嘛有这个无在籍的这个投票。但是咱来看过来吼，咱讲到2015年这个蔡英文这个迄当阵做党主席啦吼，甲即阵甲伊2017年佫换一届，甲即阵咱甲看来安尼执政了后有遵循无？有甲实行无？安尼？政治有时做现实啦。是哦，这含我咧读历史也相共吼。是。因为你看历史讲，安泰这个时阵会变成安尼吼，迄就是迄个环境。是。环境有2种，一种是内在环境，一种是外在环境。吼。所以伫还未执政的时阵，咱会画足侪物件，一直提出要求嘛。当你执政的时阵，你会发现讲，我必须要面对着足侪内外问题啦。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国家地位吼，会使讲是全世界上歹认定。全世界唯一的人。现在讲咧，你全世界敢有一个国家吼，伊认为讲我是别人的一部分，是无人安尼啊。但是咱实际上你的事实是独立的事实啦。是。但是你的法律上无嘛吼。但是你的内部，即摆问题是内部人民，有个人讲我是台湾人。为了讲我是中国人，为了我是台湾人，我兼是中国人，是。全世界你美国人敢会讲我是美国人，我嘛是英国人，敢有可能安尼讲？内底有人讲我是英国人，我毋是美国人，敢会安尼？袂安尼嘛？全世界吼，即个民主国家，干那台湾安尼尔。所以是内部问题。所以你今日若讲伫宪法顶悬要去讲着国号啥话无的这吼，内底小拍呢？迄拍起来我看那头破血流。有影。另外佫是国外的。
外在的环境，国际压力，国际压力。譬如讲好，你讲我即马制定一部新宪法，啊，我公名总我袂当用原来迄个名，我得用这个新名。是，啊，我是要用台湾无？啊，你用台湾就好，啊，强啊，伊安尼反应。啊，迄个是起效的政权呢，伊有可能会起效呢。是。哦，伊因为还佫活伫迄个新话内底嘛，所以伊有可能起效。啊，即马即个是美国伊安尼想，伊讲啊，唔系啦，你都实际上你是独立的嘛，你莫去惹伊啦，是，你莫去惹。所以美国伊会做者话拢会矛盾的讲，我无像譬如讲克林顿较早来讲，我无支持台独，无支持台独嘛。啊，人问讲你现在太反对，我无反对啦，我是我无支持尔。啊，伊讲啊，你都本来就是独立的情形嘛，你实际上是独立，莫去惹伊。是，所以即个时阵你着考虑到外口内部会遮尔一个因素时，地师小英有做者做法吼，伊含以前会无共啊。民进党本身嘛是还无共，是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来去了解啦，莫干那讲你用你迄套真定的迄个口号啊，发现讲啊，你太无安尼做，啊，就随骂，啊是讲两分法吼，2分法吼，讲都甲切开，你都甲切开讲啊，你若无安尼，你就是通牌，啊，毋是遐简单嘛，毋是遐简单，所以我定咧讲有台独，啊有华独，是啊，甲通牌，这三种嘛。啊，华独甲台独敢有对立？无一定爱对立嘛。无一定啊，华独是台独的包装，还是讲华独是台独的过程，是嘛是会使。但是你无必要甲华独放入去讲伊是通牌嘛。是，所以你伫看这个宪政的问题，宪法的这个不论是修宪还是制宪哦，其实拢爱去了解内部甲外口的迄个环境啦吼，环境。其实这个制宪基金会这个民调内底嘛有问到真侪这个台湾认同这个问题啦吼，中华民国台湾，还是讲台湾人，还是讲这个中国人，还是讲这个宪主席这个一中宪法是毋是知影这个宪法吼是这个统一的这个路数来行，还是讲中华民国宪法领土啦吼，是有包含着这个中国甲这个外蒙古啦吼，就是讲。这个民调，这个基础，咱个先，咱的这个副执行长来甲咱解说一下，就是讲，其实这个认同，他都有这个萧峰老师嘛有讲着吼，这个可能是中华民国，还是讲华独，这是一个过程，还是讲台独是尾啊这个目标，这个步数，这个数字是安怎定现的？我大家报告吼，阮有做过三波的民调，针对着国家认同的部分。是。啊，其实认同家己是台湾人的，差不多是将近60%。啊，准若讲咧，讲咧，中国人搭台湾人，没有那种所谓的两家拢会使吼。你敢会当选一项的，超过8成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只有10%认为家己是中国人。是。啊。倒来咧，有一款是讲啊，我认为我是中华民国台湾人的，差不多60%哈。啊，认为家己是台湾人的，有差不多3成半。所以其实规个民意的定现啦，大家即马所习惯的，就是讲啊，所谓的中华民国加台湾派，这是规个台湾的大多数。咱咧讲吼，就是讲但是足侪人无了解，就是讲即马宪法。伊事实上内容规范的是要搭中国统一的，有将近60%的唔知影，是，所以当阮提醒的时阵，你会感觉这足严重的啊，尤其最近这个香港的反中事件，因感觉讲哇，领土搭主权无挂好清楚袂使，是，当然这款的社会认同嘛，强化着咱咧推测制宪公道的一个基础对哈，所以阮一直。这基金会一直以一个诉求啊，就是讲新宪法、新生活、新未来。就像拄啊，陈教授所讲的，宪法毋是遐尼严肃，甲新主牌袂去看的。阮像咱这代的人，是因为像迄个李教授，得较头前的人，因拍拼，互咱稳定30年，是，对吧？咱这代的人，是毋是应该爱来拍拼？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是，或者少年啊有一个更较好的未来，有一个更较好的生活的环境，是，这是阮迄个郭宽敏先生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主张，是，以上。所以咱讲咱慢慢否定
讲过去这个宪法这个基础伫啦吼，因为咱头拄嘛讲到，过去这咱台湾民主化过程，这个宪法的基础也是有伊遵循的这个所在，但是是毋是爱打造一部吼符合台湾现状这个宪法民意的这个基础嘛是真明显啊吼。头拄啊这个咱副执行长嘛有讲到，伫正月甲这个8月啦吼，这个支持。正月是72.1啦吼，3月66.5， 66.6是5月时阵，8月时阵嘛是有70%这个左右这个民意这个基础，所以用到这个民意的基础，大家是毋是安怎搁去努力拍拼吼？或是讲这个修宪，还是讲制宪啦吼，拢是大家爱搁好好来遵循讨论的这个一个所在啦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咱4位来宾来做伙来讨论今日这个。12月25啦吼，兴宪纪念日，有个人拢袂记哩啊吼，所以这个宪法这个工程是真大，但是爱好好，大家唔能干顾这个巴肚啦吼，嘛是爱顾着咱宪法的吼好这个未来啦吼。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感谢。多谢。